姐姐 Hello，，hello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Endang Setiawati，咁我哋叫你 Anna 得唔得啊得噶啦。？Ann 定 Sawati 啊？你介紹下自己先。OK，Hello 太太先生，我想自己介紹，我叫 Endang Setiawati，我依家34歲，我離婚，我有一個仔，我係印尼嚟，我之前喺香港度做到4年，照顧小朋友，2年照顧小朋友，1年個照顧公公，1年照顧4隻貓貓。好，你今次老闆要你幫手照顧公公同婆婆，80歲嘅，哦，有冇問題？冇問題啦，好，婆婆要推輪椅，要幫佢沖涼，你得唔得？得噶啦，我識噶，廣東話溝通都可以係咪？可以，可以。嗱，老闆好，呢冇房俾你㗎，客廳有個空間，有個位置俾你瞓覺休息，你有冇問題？冇問題啦。好，嗱，如果假期嗰度啦，如果老闆安排到禮拜日就放禮拜日，如果安排唔到禮拜日，換錢得唔得？得噶啦，冇問或者題，其他日子放假得唔得？得噶啦，冇問題。好，你之前有冇試過煮飯啊、煮餸嗰啲，識唔識得煮嘢食㗎？我識煮餸啊，就係。係炒菜，炒蛋，炒番茄炒蛋，炒豆角熬肉，炒面，青魚清蛋，破湯，灌湯，好，你身上有冇紋身？有冇 tattoo？tattoo 有沒有？tattoo 有冇 tattoo 有冇紋身？冇啊，好，使唔使長期食藥？要唔要食藥？身體有冇唔唔識舒服？食藥，唔使。冇嗯，要唔要食煙？飲酒？冇冇，好，唔使，唔使，好。我見到你唔食豬肉嘅，但係你可唔可以煮豬肉？我可以注意，可以煮豬肉，好。係返工嘅時候唔好拜拜，唔好包頭得唔得？得噶啦，冇問題。好，你放假可以，返工就唔好，同埋返工唔好玩手機得唔得？返工唔玩可以，手機，可以，得噶啦，好，冇問題。好，係，好。咁你今次嚟香港想做幾多年啊？sorry，你想嚟香港工作幾多年？4年、誒，6年4年 until 4年6年都得啦。都可以。如果老闆可以，你就繼續做，係咪？係你sorry，如果老闆繼續請你嘅，你就繼續做，係咪？幾多老做老老闆繼續要你幫佢工作，你都可以，係咪？4年都可以，係咪？4年到6年都 OK。好，你有一個小朋友係咪啊？幾多歲啊？係啊，係啊，幾多歲？小朋友幾多歲？而家佢15歲。係邊個負責照顧？邊個負責照顧小朋友啊？其實同埋我媽媽，其實同埋佢爸爸。好，明白。好，咁係，嗱，資料我問到係咁多啦，咁我先通知老闆，咁我之後再聯絡你好冇？唔該晒姐姐，我會通知老闆唔使，噶啦，唔該晒，thank 好啦，唔 you，thank 該晒，you，好，thank 拜 you，拜。拜拜。